聲音可以行網絡。咁畫面啦，Dante AV 將影片都擺入網絡線啦。Dante AV 係原本 Dante 技術嘅升級版，而家連影片都可以一齊傳送。系統主要分為兩個部分。發送端 TX 同埋接收端 RX， 發送端會將相機嘅 HDMI 信號轉做數碼數據放入網絡度，接收端收到網絡數據之後就會變返 HDMI 影像出落熒幕度。咁樣做最大嘅好處就係一條線搞掂晒聲同畫，慳返好多線。平時 HDMI 線去到15米就極限，但係用網絡傳輸就遠好多。普通網絡線可以去到100米，用光纖嘅話，幾公里都冇問題啊。另一個賣點係路由非常靈活，想將畫面轉去邊個 mon 都得，只要用 Dante Controller 軟件，撳幾下就可以改變影像嘅目的地。想象下一個 podcast 工作室、錄音室嘅畫面可以即時傳去控制室，甚至送去大堂電視做展示都得，完全唔使拉長長嘅 HDMI 線。